紧，若讲较重音的就无听，对无？事实若讲较重音就无听，哦，对无？啊，我家己讲轻音，对无？事实。那听你讲哦，后面都看都看。讲为这个大家咱看开无？有无？有没有看得开？啊无？哦，看得开都无啊，后边这句课没写。人人家讲，我看得开呢，无简单，看得开，对不对？看会开啊！哦，我想吼，若安尼吼，恁安尼几个月啊，淡薄尔，旧年7月到今年12月，好淡薄，1年7个月。我话安尼，恁看会开无简单，比台湾的真人只参考以上的较高车，地位佫较好，恁看会开。学校讲吼，包含学校在内吼，伫咱当的道亲吼，有啊足侪看会开的，但是后壁3年。有影无？看会开无？足侪看会开，但是呢，放袂落，嘛足侪，敢是安尼？为什么才放袂落？因为无法度管理啊，怎啊放袂落？这拢学校个人的心病，所以这心病就是学校有犯定，所以学校毋才讲袂出来。啊，讲出来才能大家做参考。恐见咱大家参学校犯了共款的弊病，所以爱改，因为唔知影，就无法度去改。唔知影就无法度做。所以看会开，一定袂歹。如果若咱搁放会下，学校搁较好。若看会开放会下，成分有利。超脱先生解脱轮回绝对有咱的份，唔免让轮回先生绝对无，轮回先生绝对无咱的影。我问一个大家，有想要爱无？大家嘛想。想要甲一定要有共款无？想要爱甲一定爱有共款无？啊？无共款，为什么无共款差会多？想而已啊，一定要一定要。想要爱会产生变化，一定要爱会积极去争取。为什么互我做一比喻？无只讲互我拢爱讲的。六祖伫大经，六祖去拜五祖遗书的时阵，五祖甲六祖讲一句话，讲：你是干了心，你是闽南人，你遮也无开发，你是要来遮创啥？互我即摆有讲故事较紧，毋茫讲迄本文。我本文有时啊，咱即款老菩萨可能听无。六祖甲五祖应一句话，八字尔足简单。咱若学六祖大经拢知，拢讲啥？六祖甲五祖应一句话讲啥？本来历史求不的，伊求作福，不求伊福。当然要作福，俩出来讲高超，莫怪人六祖成就一代祖师，莫怪人伊是地藏菩萨来转世，对无？去拜师尔，师傅就讲你要来创啥？你是家己心搁无靠的所在，讲啊变笑伊又无读册毋捌字，咱无读册捌字，即个菩萨模仿一个笑来呐，直接来声明一下，毋是读册者，毋是读册捌字才会做阮的行，毋是读册捌字才会文字法则才办的，毋是，地非常地是无同，所以为求做阮，伊当然要做阮俩出来拢毋啊，不求伊阮，安尼即摆。咱即摆嘛想要做婚，嘛想要搁较济，互我比较
恁遐上较早过去，捌听一个讲一个故事互我听。讲较早一个员外报备年后了后，就去地府受验咯，有甲看看讲嘿，员外你后一世人无做啥物歹代志去加减道行善事无过你去出世做员外，你爱啥？会当成就你的心愿。迄员外讲伊爱啥物爱啥物爱啥物，讲爱三车四车，爱高楼湾，爱高楼几栋，爱偌济啥货，偌济财物。听下，迄阎罗王讲若安尼员外阎罗王你做看，我来做员外。迄故事咱大家捌听无？即摆互我就有知较紧。对无？安尼较深啊！所以咱逐项拢袂，拄则讲的。管理，咱无管理遐，要入排到一身躯干哭哭。咱逐个其实咧点读书的时阵咱经理请我叫讲一句话呢，回身来上岸，对无？后壁讲一句啥？回身来上岸，积极顶分寸，就是讲积极等于到西方桥的所在。请问，咱下要做伙，下要排遮济钱排到一身躯大哭哭，飞去连同志咱看落啦，咱莫讲神经的啦，看字落啦，反正排一身躯大哭哭飞去飞，拢无排物件伫顶面跳落来，都扑一个卡下去，要安怎飞去？毋是这身躯啊，排这身躯飞袂去。这种袂当啊，这袂当，但是这会当。这只上我上简单，这只电脑上盖无嘛，要2-3公斤，这有重量呢。所以咱后面若要转去排足济无要紧，但是排迄个无重量的较好。是毋是无重量啊？咱这2件无重量啊。这你搁做偌济，拢袂管都有重量。这比空气较轻。咱捌看迄气球无？迄气球为什么会飞起？若灌二氧化碳就飞袂起，因为二氧化碳内面有物件，有物，对无？灌氢气会飞起。为什么？因为比空气较轻，有物啊，无物伫咧，所以。这2件拢袂当，后壁咱要转去这2件都出来麻烦。我当较早一讲是讲人工生意人是带罪孽走，就是带公业走吗？无请问咱讲要带罪孽走，要带公业走，对啦。所以迄摆咱就莫讲你对无？因为咱咧义务都无要讲，要讲即个尔。所以爱管理开遐摆的物件，才变做会当生存去到迄个境界。安尼后日咱要搁排到10箍无？敢袂？互我讲排到10箍，毋是迄个财本啦，是所有足济物件。互我今日拢无啥讲有形的上的物件。新的物件毋通歹。生活就是咱拢会晓讲述生活，贪嗔痴爱，有形上讲即个酒色财气，所以生活。管理，所以学到你第3、第2叫做管理。11点啦，咱休困15分钟，咱上正解，咱上后休困咱来休困15分钟，后壁面咱再过来继续，感谢各位。各位先贤休息10分钟。请讲师慈悲前到齐躬，坤到齐躬。各位先贤请坐下。
咱啊拄则咱老菩萨咧反映，讲啊因的学校吼写足侪简字，可能去伫遐有化去啊，我毋对啦，因为伫遐吼拢爱写简字，所以若真要写差不多100分，若因为简字要家己拢简啦，无讲所有的文字用台湾的繁体字拢做变成简字啦，没有，差不多100分之60至70的简字。所以，真若要写呢，可能若以100分之70来讲，我可能来写100分之65有啊。因是啥？因是无写简字、写繁体字，因看有，但是读无。看有啊读无，因为袂晓注音。为什么袂晓注音？因为因的注音是罗马拼音的，啊，咱台湾是注音符号的，所以因袂晓注音符号。因拢罗马拼音的，啊，所以有足侪文字上的可能互我袂识解字，啊，我因啊无了解，是啊，咱大家小可做一个变通会使。咱咧拄则呢，到伫即个菠萝蜜，咱本来菠萝蜜是一种的成果，迄个菠萝蜜也是讲，伫咱修行学道，咱已经达到迄种的境界。所以，迄种才叫做菠萝蜜。依本反复的立场，修法道乃当修到功果圆满。那安尼，咱就是已经修到正到菠萝蜜的迄个境界、迄个过程。所以，是一个成果。但是呢，咱毋是要讲成果，因为成果呢是爱看咱大家伫修办道的过程，咱如何来做，如何来实践。如何来坚持？如何来真正要达到？所以咱说学习的是过程，也就是方法。所以有时啊呢，我嘛家己知影讲吼，像即个乌面的咧讲吼，拢无介好听。但是呢，足实在。为什么足实在？因为真理内面，那如果依着了真理来伫咧真正要来体会真理呢？体会袂入，用咱个人的知识形态，甲用咱的做事的真理的方面，要真正来体会到真理的过程，咱可能不足。参考啊，是拢相像，咱可能不足。因为啥？因为伊有爱以佛的立场，爱以真理的立场来做一番的大家学习。所以，咱毋通想讲甲互我讲甲天花乱坠，互我到底安尼到底是几分啊？没有啊，有啥物境界？没有，拢无境界。因为咱是咧学习的，咱是伫咧修持的，咱是伫咧学佛，咱毋是上佛的境界。所以，咱是伫学佛的过程当中，要学佛的步骤，要安怎来做，要安怎来实践。佛伊伫苦海当中会当修成正果，咱若学伊的步骤，学伊的精神，学伊的种种一切作为，伫成大佛，无咱嘛成小佛，对无？啊，但是佛无分大小啦，是互咱直接到佛底。所以这是一个菠萝蜜是一个过程，所以咱要学习的是，咱要学菠萝蜜是一个成果，咱要学习的是一个过程。所以毋是互咱将菠萝蜜。按着3字，讲这些，到底讲的是啥物物件？迄是咱修持的过程，要互咱达到菠萝蜜的修持过程。所以因此伫遮呢，菠萝蜜第4个意义叫做究竟。所以每一部经典内面，一定拢有3种的，甲咱做一个启示。过去诸佛菩萨、过去祖师拢一样，每一部经典一定讲到伊的本体，有讲到伊的相，有讲到伊的欲。所以伫到彼岸。甲后壁究竟，这是一个成果，这
这个成果，若以正来讲，叫做啥？叫做体，叫做相。因为达到个别间超脱生死，解脱轮回，功果圆满，这个叫做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叫做本体，但是伫道无经啊远离的当中，这个啥？这个叫做用，这个叫做用。就如同咱正修行学道，咱若未晓去实践，未晓去行持，就咱未晓用方法去做。咱若无用方法去做，那安尼咱要达到这个成果困难。安尼咱各位听有无？安尼听有吼？所以若安尼第四段叫做究竟，好到尾第四个意义叫做究竟。所以才甲咱讲，菩萨若依照发展。依照咱的自性智慧，互咱的自性智慧当显现出来。那安尼，咱伫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咱就会当达到自利利他。所谓自利，也就是佛所讲的自觉。自己觉悟，自己得到了利益，利他也叫做觉他，也就啥利益众生之事。所以咱度人救人，这叫做外在功德，叫做利益众生。而咱家己修行学道，屁脾气毛病歹的行为实践，这叫做自觉，这叫做自利。所以，若会当自利利他，也是佛所讲的自觉觉他。这两种叫做内外兼顾，内外兼顾。那既然来当内外兼顾，咱一般讲说内外一致的过程当中，那安尼第三个抗战叫做啥？叫做德行圆满。所以来当达到究竟，那安尼就当达到德。行圆满，什么叫做德行圆满？这有两种，一种叫做委婉，一种叫做服婉。所以咱过去真正才来鼓励修行学道，咱就是要达到福慧圆满。也就讲福慧双修，那福慧双修，以六祖大经六祖甲咱启示讲叫做量足尊。量足尊，那既是量足尊，也就是伫咱六祖大经所讲的，六祖甲咱开示的迄个三佛四谛，要如何？就是讲迄个讲到第三宝去。第一宝叫做佛宝，第二宝叫法宝，第三叫做净宝。那迄个佛法经的当中，皈依佛，量足尊，皈依教，皈依教叫做佛宝啊，量足尊。皈依经叫做利欲尊，皈依经叫做众中尊。所以这讲到第三宝去。所以伫这当中，德行圆满就是福慧圆满，福慧圆满也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而第三个叫做德行圆满，所以这佛有分做叫什么啥？叫做三觉圆满。所以若达到三觉圆满，才会使称作究竟。三觉圆满才会使称作究竟。三觉无圆满，袂使称作究竟。所以过去所有称作究竟圆满，伫咱圣经内面有无配合？甲咱讲达到究竟涅槃。迄个究竟涅槃就是究竟圆满意思，所以早头咱大家学习，要真正达到究竟涅槃的理由，就是大乘菩萨教法。那菩萨有分吗？有，菩萨有分做50种处。所以上界悬迄位叫做大乘菩萨，剩的拢叫做顶觉菩萨。
51位落来，迄个叫做顶觉菩萨。为什么菩萨有分安呢？因为呢，咱拢知影，伫辟支佛是修12因缘法，所以叫做顶觉。伫阿罗汉修四圣谛，所以成就了罗汉尊者。要成就菩萨道，爱修什么？可能大家拢了解。要成就了菩萨道，爱修六度万行。所以呢，伫辟支佛罗汉已经修到六度万行的菩萨道以外，51位顶觉菩萨的当中，因为因心中那个存有一丝丝啊，一点点啊，我咧修六度万行，我迄点点的精进。无拄。若如果咱即讲，我咧修12因缘法，咱拄好去着力12因缘法。若安尼后日啊，就是顶觉菩萨，辟支佛。我咧修四圣谛，苦集灭道，后日啊，咱拄好成就罗汉尊者，声闻菩萨。所以51顶觉菩萨，伊就是有心存了一点点的精进，咧修六度万行，这点无破。迄点的上无破，所以我当成就大乘菩萨佛的境界。所以过去曾经有道清参考咧参考讲过，若安尼哦。过去的为什么因才修到辟支佛尔，才会修到罗汉尔？讲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就亲像拄则我早头才能参考到的。这世人，咱的生命有限，咱所修持的到什么款的坎站，咱莫讲境界啦，迄境界其实是可以讲的啊，其实佫无境界啦。迄是咱一般烦恼上主咧讲，我修到什么境界？咱修到什么坎站？咱的生命到遐结束。比如，互我做一个比喻，咱就听。这世人断开以前，互我拄咧修12因缘法尔。那安尼，互我这世人的境界，就是到顶觉菩萨，到辟支佛。而呢，互我若如讲修到四圣谛，苦集灭道。那安尼，咱就会当成就到罗汉尊者。所以看咱这世人的时间是到底，坎站是到底，但是重点一项，咱安尼修这世人修到这后世，会使过来修无？会。所以早头我在讲，老师来讲前有考验，这世过来修好修无？好修。为什么好修？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咱拢知影，咱济公老师。伫宋朝的时阵，成就啥？济公画佛，对无？但是伊的前身，咱敢知影啥物？知嘛吼？18罗汉内面的行着尊者。咱济公老师伫宋朝要来转世做李修缘，上名叫做李修缘的时阵，伊的前身叫做罗汉尊者，伊修到四圣谛，苦集灭道，修到罗汉尊者，所以伊搁落来。有缘参你愿有缘，搁来做囝，搁来修一摆，所以伊罗汉尊者搁来即摆，伊修成在世人就称做法佛，会使搁修啊。所以即世有修，后世来好修；即世人毋修，无修，后世来比即世较忝，较忝的。所以伫即个当中，咱所会知影讲，菩萨因为伊就是有即个六度万行，一点点的精进，所以伊无当成就大乘菩萨。所以，咱要讲到境界，这是一种的意境。这毋是讲咱互咱用想的，用想讲上古到底究竟是达到安怎样？互咱若想无啦，互咱若如果上古吼，安尼，互咱的地位就有限啦。因为什么？究竟这是一种佛的力量，佛的成果，大乘菩萨的成果。这毋是咱凡夫俗子想的，互咱会当讲的是咱究竟。请你达到究竟，一件事达到最完美、无缺陷，迄个叫做究竟。
咱人也好，事也好，事若会当达到一切拢毋啊无的，咱一般拢会讲啊，这件事吼已经甲完成啊，对不对？甲圆满啊。咱人若当修甲拢无缺陷，咱嘛讲这个人已经修甲啥？完了。所以佛甲众生差别多差哩，那八字的颠倒而已。佛甲众生拄啊差安尼尔，本性光明、人格圆满的众生叫做佛。本性光明、人格圆满的众生叫做佛。咱即摆大家拢讲，咱家己拢叫做众生，所以咱就是本性黑暗、人格发暗的佛叫做众生。所以过去真正人讲，咱家己爱看淡家己。讲为真个大德，拢是过去世西方无极理天诸佛菩萨来转世，是因为轮落到人世间，早头讲的，是因为落到人世间受迷慢，做罪作业，来伫遮轮回生死，无法度倒转去，所以伫遮咧流乱，所以咱原底拢是佛，即摆来伫遮咧做众生，咱即摆。无论众生也好，咱若会当真修实的，会当修互咱的本性恢复光明，就讲咱的德性会当恢复富足，咱的人格会当圆满。啊，若安尼，虽是众生，嘛是佛。所以佛互咱毋则讲，佛看众生是佛，是因为咱众生看众生是众生，看佛才是佛。所以咱自己伫分别的当中，对家己无肯定。所以咱毋敢就失去心，咱想讲毋知有影，真真正来骗人的，人会骗人，佛绝对袂骗人，是毋是？咱要相信这句无？过去诸佛菩萨祖师绝对袂骗咱众生，是咱众生会骗佛，众生会骗佛袂？莫讲骗佛啦。但若一寡藐视的心理，互咱骗到无说就会咯，咱要信无？啊，就一寡你着水果花若是你着换去，啊三支好点着求迄，有无？啊求到尾啊，啊我就袂关了，我去了完了。这小弟个。有无？所以人骗佛，佛袂骗人，祖师嘛袂骗人，所以佛甲众生差伫这，佛叫做究竟。就如同早头，互我上人讲，为什么佛菩萨成道叫做涅槃？所以迄个涅槃，圣经讲究竟涅槃，也就是达到圆满、功德圆满的佛，伊才叫做究竟涅槃。所以圣经。头一面天，咱大家拢可能会晓背，尤其是老菩萨咧背足厉害，吼，毋捌字阁背甲逐项逐字拢捌，对无？若互较有时仔就袂头呢。所以伫这过程当中，爱啥？要真正达到究竟涅槃，爱依法正而修。用咱的智慧，迄个智慧。毋是一般的智慧，是咱真正的妙智慧。为什么来讲妙？妙就无法度形容，妙无法度形容。看啥？人讲看书办事，若有法度达到圆满，叫做妙；无法度达到圆满，就不妙。所以，迄个圆满，迄个妙，看各人所悟到的事是甚物？
会当去到完成。所以因此伫这当中，究竟了凡，这是咱真正来当依照法制而修，要用咱的妙智慧来实践，咱才有法度来达到自利利他。所以自利就是啥？相求不得。咱讲为前面大德，相求佛道，咱拢有啊，咱拢有啊，对无？今仔日有迄个无求道的来入班无？无啦，所以相求佛道叫做自利，下化众生叫做利他。所以过去前人者，点文书时常把咱鼓励，咱来度人、救人、宣传人，下化众生，利他的工作叫做外在德性。相求佛道，真修实名，会当家己探亲戚来就实在去，这种一切去掉，这叫做自利。相求佛道，相求佛道毋是特别就好安尼。若特别就好吼，毋守毋行毋种种一切，若安尼有求甲无求都一样。我时常咧讲一句话，无求道的嘛有自信，毋是咱求道的人才有自信尔。咱求道的人是讲哦，原来我的自信就是直接出去夹去，无求道嘛是对遐出去夹去。凡是人伫的，伊嘛是有自信；动物伫的，凡是无死拢是有自信存在。有求道有自信，无求道哪有自信？有啦吼，只是伊毋知影讲生从何来，死要从何去尔。咱求道了，咱知影生要伫对来，死要伫对去。既然生知影伫对来，死要伫对去，啊，若咱在生已经知影，毋行会到无？袂到，毋行袂到。所以相求佛道是既然知影爱去做，知影去做，爱去行。因为啥？上句讲就讲，都是人行出来。路是人行出来啊！请问咱后日到8岁，若要转迄条西方路，爱行毋免？迄无飞机人坐呢，迄嘛无车人驶，迄无飞机人坐嘛无车人驶呢，啊无要哪行？坐因，那伊专就讲，坐11号仔来，无较紧，坐11号仔来，你听有无？有啦，用行的哦，咱8岁你头也会行，对吧？迄阵毋免行啊！迄阵吼，早头讲用飞啊，有影用飞无？迄过去诸佛菩萨咱甲看咧看，拢嘛听闻教，对无？法师高车，因有学无？无，人生就搁用行，就搁坐车就麻烦啦。是人咧坐车尔，人生免坐车。但是咱这个修行学道爱坐车坐飞机，为虾米？因为办道爱科学化。办道爱科学化，办道袂使亲像过去讲，啊，着上师准师傅，你着用行的好，行较会到，要度几个，对毋对？所以达到究竟圆满，就是爱相求佛道，下化众生一切功德圆满因究，才叫做究竟。才叫做究竟。咱伫这当中呢，学到你这4种的意义，咱好学的感受，参咱这个报告了后，既是道彼岸，道无极，远离究竟。当然呢，有时啊呢，反一开落，啊听安尼听，对无？啊到底？是听有啊听无，好嘛毋知，对无？啊，所以有时啊吼，好有时啊，我就想讲，啊听有听无足简单，啊就咱即摆讲有，较早讲有30分、20分买来买迄个啥，迄个买人问答，啊咱即摆剩20分，啊听有听无，啊上有上无，啊咱大家做一番咧，大家互相学习，
就倒转来大家来鼓励一下，就知影有够无安尼，对不对？敢是安尼，这方法袂歹啊吼。啊，所以这本书吼，真正安排这讲20分钟吼，会当互相做一个问答吼，做一个启发，嘛袂歹呢。啊，无毋知听好无？啊，听无来，遮拄久一日都足忝呢。啊，我来说简单的，管理精密，咱讲以前很大点，即嘛毋是互我要讲的，即嘛阮大家讲啊，大家讲互我听。管理精密物件。对啊，安尼才大家印象，都大家嘛听讲，我要倒来喷，我要达到生活，要达到葡萄面啊，我要管理这电脑梦想呢，才会当达到究竟了团呢，对无？咱有这印象，啊无讲，啊你今日去创啊，我今日入班，啊入什么班？啊就讲什么心经啊，啊某某人讲来，我听无啊，啊安尼麻烦啊，对无？一摆听无，两摆听无，三摆嘛听无。一句听无，两句听无，三句无嘛，中国嘛还去听，所以互我拢会讲足者，讲一半句中国。安尼拄大家咱会当做对答，而且因为体会、体悟，就是照着即个方式。咱逐个拢想讲，我无谈论遮济，啊有时啊讲话歹势。那咱大家咧双向沟通咧，拢毋免歹势。互我拢想一句，拢是啥呢？个人感受不同，见仁见智。合称讲称，合称讲称，上有诶上，上无诶嘛是爱上。上有诶上，上无诶莫上落来，上无诶更加爱上。安怎讲？因为上无搁无上，后壁搁拢袂晓，啊毋是？啊若上有诶人说者就知啦，啊上无诶搁毋上，后壁搁拢袂晓。咱若讲某某人啊，西方哦爱第三边来，你才行伫东边去啊？后影，那我较早听人家上伫东边去啊，第三边。西方对东边去，第三边去，啊？西方对西边去哦。为什么我来安尼问呢？为什么我来从咧上课能够知影？为什么安尼？西方对西边去，对东边去，对无？东西南北对不对？地球圆的，你若对西边去，经过地球30几万公里了，我倒转来到遮。啊，若喺西方边落去，袂讲啊，对无？互我知影，咱讲有想要知？啊，咱大家来好无？西方对遐去，对遐行去就无毋对啦。随迄粒星球，所以咱早头有足侪真人者吼，某某人啊。啊！你前界讲2日拍这，今仔日讲3日拖落面，这本身叫你讲一世人也讲袂了，讲，若互我讲完，甲转来互上好，上惊就讲袂完就转去啊！啊！哪就忝啊，对不对？哦，所以西方就转去，比较去。你看，蛮想讲，啊，我迄天我毋知影，人讲西方就转，我毋知转去啊。毋是别人的心啊，是家己的心去，为家己这个心去。所以佛则是心，心则是佛。伫心就是道场，净道；伫心就是净土。这六祖讲的，毋是互我讲的。伫心就是道场，伫心就是净土。西方净土是毋是西方？对吧？无极立天是毋是西方？彼岸是毋是西方？会当远离梦想是毋是达到已经？拢无啊，究竟啊，达到究竟，甲其实达到了烦恼，你是等于西方无去对啊。所以伫六祖专经第3品，六祖甲你讲啊足详细。迄日伫泉州咧上专经的时阵，因为咱泉州镇拜1拜4学三宝，哈，有人咧学三宝啊？有2位，啊，就是林太太跟小太两咧学三宝，一个请考，一个还袂请考，2个咧学三宝。因为2个上下咧入厝啦，所以我开始学三宝。有时啊吼，就说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我正好你知道写什么，那还得了？伊讲伊毋知咧有啥，因为上下咧咱即多2个困到做上下咧讲三宝，所以拜1拜4营2营咧学三宝，困kend到还袂学，啊所以啦，
进伫遐暗时啊，上无啊，佫有6位、7、8位，有时会超过12位会伫遐食饭。为虾米？因为吼想要鼓励看买，草若食较少的，要参考比率较济。所以有啊吼，咱像咱关太太安尼去吼，有啊主角袂，切草是无影啦，主角袂歹啦。互我咧笑讲吼，看到煮的比客较好啦，咱要信无？有影看到煮的比遐啊，会来食袂下，拢一顿尔。你是上班啊，袂是下班才来，食食的，礼节学的，三宝学的，才顿，袂使伤久呢。一伤久，因要讲啊，因要暗时啊，到11点会使呢，咱袂使呢。互我捌落就星期到12点半啊，袂转，讲好啊，你就使转去啦。伊讲妈妈，你会甲赶？我无甲赶，我因就使转去休困啊。因毋休困，我会休困啊。有影。进度啊好，人讲有当时啊无当日，因逐日拢有人伫遐食饭，所以吼，准备的啦，即抓吼，因为无困着人去煮啦，若会使啦，参考下来啦，佫足济即个啦，车子的啦，车子的，无煮甲足麻烦啦，无啦，无足澎湃，家庭用的，互我早来讲3菜4菜一汤安尼尔。就若愈济人，就将迄菜煮较大，下搬做2顿。若较少人，就是迄一项一地互安，无困难啦。互我就会晓煮来，咱开个煞袂。